继续咱要来换看西屯有一间不动产加盟店的负责人，伊去互指控讲，伊对2020年9月份到呾，用贷款触体、投资通食红等等的理由，共诈欺超过20亿。了后，这钱人的伊就做伊逃走出国去互通缉，而且因为泰国转来，随去互警方抓起来，目前已经裁定羁押禁见。这个失业的查甫人，就是西屯区一间不动产加盟店的负责人，因为涉嫌吸收资金超过20万亿走出境。27暗，因为泰国飞转来桃园机场，就互警方逮捕，随着送回台中地检署归案。认定叶姓被告涉犯诈欺取财、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等犯罪嫌疑重大，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，有逃亡之事实及灭证、勾串共犯证人之余，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失业查甫人20走去泰国，26号就封注销，台中地检署也发布通缉，伊家己知影难道法律责任，也伫27回台。28号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核准，被害人指出，失业查甫人为2020年9月到这个月初，以利用投资、贷款厝等的会议，讲有动门的利益，和亲戚朋友同时提出资金，有人甚至要去民间贷款借钱，欠大笔的债务。伊伫摕到20亿资金了后，就无消息，目前估计大约有50人受害。他连最后要走的时候，还跟我调了50万的现金，那总金额的话，现在3300多万。我们的政府单位出来，可以跟银行协商了。我们这些人不是不愿意还款，而是真的无力负担。受害者表示，对于敢会当摕回来资金无抱希望，也计划组成自救会，寻求法律协助。规个吸收资金案，敢是还有其他的共犯，还是有集团涉入？检警也要进一步的追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